各位香港老友，千祈唔好以為自己無樓無大筆存款就一定可以穩穩拿足長生津。而家好多70、80歲長者冇偷冇搶冇刻意分佈，淨係因為內地鄉下間組屋瞬間被取消所有養老津貼，仲要倒叉政府成10幾20萬欠款。呢個個案近期愈爆愈多，好多老人家完全唔知自己踩咗雷，到社署追訴先至恍然大悟，但係一切都太遲。今日我就同大家徹底拆解呢個足以拖垮香港基層長者晚年嘅隱形政策陷阱。話你知點解一間唔租唔賣唔自己住、零收入嘅內地組屋會被政府當成幾十萬資產，直接炸爆你嘅長生津資格？仲有埋數據通殺之後所有新規避險方法上訴技巧，一次過講清楚。唔想晚年無津貼無端背債，呢條片一定要睇晒收藏好。好多長者對呢件事都極度委屈、極度不解。我間內地組屋從來唔係我住，1毫錢租金都冇收過，想賣又賣唔出，完全變唔到現，只係個名掛咗我咋？點解香港政府會當係我嘅有效資產，直接踩爆我養老津貼嘅資產紅線？事實上，呢啲唔係個別誤判，亦都唔係政府針對老人家，而係香港社跨境資產審查制度嘅剛性規則一路都存在，只係從前資訊閉塞，大家冇發覺。隨住大灣區跨境數據互通機制全面通車，兩地資產核查嘅銅鐵底，拆咗幾十年來內地資產香港查唔到嘅舊觀念、舊紅利鐵底消失，無數香港長者忽略嘅隱形內地資產，而家已經變成攻奪大家養老福利嘅最大隱患。想要徹底睇明白呢場養老福利風波，一定要識得長生津資產審查嘅底層邏輯。香港社署針對長者福利申領實行極之嚴格嘅全球資產申報同核查制度。呢套規則唔分地區、唔分資產種類、唔講情理，唯一核心標準就係法律業權歸邊個就計邊個嘅資產，完全唔理呢份資產可唔可以變現，有冇收益，使唔使用到。簡單講，無論你嘅物業、存款資產係喺香港、澳門、內地甚至海外，只要法律登記在你或者你配偶同居人士名下，無論係單獨持有、聯名持有，都必須如實申報，全數計入個人資產總值。喺物業資產界定方面，社署規則劃分得非常清楚，絕無鬆動。全香港唯一可以豁免計入資產嘅物業，淨限於你本人喺香港常住自用嘅主要住宅，連帶自用車位都可以一片豁免。除咗呢類自住物業之外，所有非自住樓宇土地車位，無論係香港偏遠村屋、內地鄉下組屋、海外物業，無論樓宇殘舊不堪、長期空置租唔出賣唔掉，一律當作有效資產計散。零特例、零單性，呢就係大量繼承內地組屋嘅長者集體中招嘅根本原因。大家一直誤以為資產一定要賺到錢變到現先叫資產，組屋只係家族聯想，唔使申報。但喺官方政策同法律層面，業權登記嘅法律效力遠遠大過資產嘅實際使用價值。近期漏洞不少，最具代表性嘅陳伯個案就完美暴露咗香港基層長者普遍存在嘅資產認知實點，亦都話明呢類問題已經非常普遍。年過七旬嘅陳伯土生土長，香港人一世做散工，懷生懷死，晚年冇固定收入，冇大筆積蓄，一生老實本分，全靠微薄存款同長生津維持基本生活。按照鄉下家族傳統，身為長子嫡孫嘅佢，繼承咗東莞老家組屋嘅部分業權，物業證至今仍然登記佢個名。呢間組屋係祖輩起嘅舊屋，樓齡極高，設施殘舊，幾十年來一直由內地堂兄弟一家人居住使用。陳伯定居香港幾十年，從來冇返去住過一日，從來冇向親友收過半分租金，更加冇資格間屋出租轉讓或者變賣。對陳伯嚟講，呢間組屋只係一份家族傳承嘅回憶，完全唔具備任何經濟價值。喺過去資訊未互通嘅年代，陳伯嘅資產情況完全符合長生津申領標準，每個月津貼準時到住，晚年生活算係安穩。但隨住大灣區城市更新、鄉村振興持續推進，從前無人問津嘅鄉下地皮舊組屋估值一路後升。呢啲從前睇落一文不值嘅物業，喺官方專業估值體系入面身價暴漲。喺今次社署年度資產復檢入面，官方委託第三方專業估值機構，按照市場公允價格，精準核算陳伯名下持有嘅組屋業權份數，最終核定呢部分內地物業折合港幣價值高達50萬。而陳伯本人喺香港銀行仲有10幾萬港幣存款，兩份資產加埋一齊，
個人甚總資產突破60萬港幣。對照最新長生津資產上限規定，65歲以上單身長者資產總值上限淨係得41.5萬港幣。陳伯嘅總資產遠遠超標就係咁，一間幾十年零收益，自己完全冇權處置變唔到現嘅舊組屋，硬生生令一位合資格拎咗好多年津貼嘅基層長者，瞬間資產超標，福利資格作廢。最令人稀罕嘅係，陳伯由頭到尾都冇刻意隱瞞，冇刻意避規，單純係唔識政策，唔知要申報，無辜踩中政策陷阱。而呢類無辜中招嘅個案，而家喺香港長者群體入面已經越來越多，絕對唔係單一事件。其實內地組屋影響公共福利資格，從來都唔係新事，只係從前隻影響公屋申請同租住資格，未全面蔓延到長生津領域。早年香港房屋署高官已經公開坦言，政府多次收到市民舉報，有大量公屋住客引婚內地多套物業，涉嫌霸佔公共房屋資源。港府隨即聯動內地自然資源局、不動產登記中心等部門開展跨境核查，成功查實多宗分報個案，依法收回違規公屋單位。當局亦都清楚表明，充分知悉香港人普遍有繼承內地祖屋家族共有物業嘅情況，呢類隱形跨境資產早已納入政府常態化監管名單。喺跨境數據互通機制未全面升級之前，中港兩地政務數據各自獨立冇對接，香港政府好難查核市民嘅內地資產，絕大部分資產審查只可以靠市民自律自願申報，存在極大資訊差漏洞。好多長者公屋住客就係利用呢個漏洞，心存擁抱引婚內地資產，長期享受香港公共福利。但隨住大灣區一體化不斷深化，跨境數據互通政務聯動已經係不可逆嘅大鐵勢，幾十年嘅資訊差紅利鐵底完結。而家跨境資產核查機制由公屋領域全面延伸到長者津貼、民生福利資格審核等多個範疇，監管覆蓋更全面，核查更精準，處罰更嚴厲，所有隱形資產都無處遁形。好多長者最難接受嘅一點，就係社署嘅資產核算規則絕對一視同仁，唔講人情，唔分場景，唔存在酌情豁免。好多人覺得豪宅、商品房、投資樓先需要申報，殘舊空置賣唔出租唔出嘅鄉下祖屋應該區別對待。但喺官方審核體制入面，物業新舊價值高低、有冇收益、能否變現，統統都唔影響資產核算結果。只要法律業權登記喺申請人名下，無論係邊種物業，都會全數計入個人總資產。根據社署官方細則，全數境內外不動產，除咗香港自住主要居所同自用車位，一律冇豁免資格。呢套剛性規則對一世勤勤懇豪、安分守己嘅基層長者極之唔友好。呢班長者一世踏實做人，從來唔想中政策空子，唔想濫用公共資源臨老，只因為祖輩留低自己無法掌控嘅業權，突然面臨津貼取消、過往福利被追討、個人信譽受損嘅多重打擊。比起主動隱婚資產刻意避規嘅人，呢類無辜受政策影響嘅基層長者，承受嘅經濟壓力同心理打擊更大，亦都係跨境核查政策落地之下最弱勢嘅一群。回顧過去幾十年嘅民生狀況，香港長者普遍有個根深蒂固嘅錯誤觀念，內地資產香港政府查唔到，唔使申報，唔影響福利。呢個觀念並非無中生有，係特定時代嘅產物。從前兩地政務數碼化程度低，數據庫冇對接，香港各部門無法直接查閱內地物業、銀行政務數據，跨境核查耗時耗勢，效率極低，絕大部分情況只能靠市民自律申報，監管漏洞極大。正係因為咁，幾代香港長者都習慣性忽略內地遺留資產，覺得呢啲資產永遠處於監管盲區。但隨住時代發展，政務體系全面升級，呢個舊格局已經徹底被打破。為咗規範公共福利發放，杜絕資源濫用，打擊刻意分佈資產套取福利嘅行為，香港政府持續深化同內地各省市嘅政務合作，重點緊打通大灣區核心城市嘅物業核查、金融數據對接通道。而家房署房協已經同內地多個權威部門建立常態化核查機制，專門針對福利申請人、公屋住客嘅內地不動產開展精準核驗。申訴專員公署亦都主動出台民生優化建議，明確要求進一步打通港澳同內地嘅數據通道，搭建更便捷高效嘅跨境資產核查渠道，全方位堵塞監管漏洞。雖然早期嘅核查機制主要應用喺公屋審查，但整套技術架構、數據通道核查流程完全可以平移套用喺社署長生津資產審查之上，為而家嚴打跨境隱形資產、規範津貼發放鋪平咗道路。社署官方文件早已清晰列明核查權限同處置規則，只要懷疑申請人冇如實申報入息資產，或者刻意將資產轉移去香港境外避開經濟審查，當局有權主動深入調查追溯取證，輕微個案會要求保證資料重新核算。
嚴重嘅刻意隱瞞欺詐個案會直接轉交執法部門追究法律責任。喺實際操作層面，香港政府實行多部門聯動核查，聯合入境處、稅務局、銀行、土地註冊處等權威機構，對申請人嘅收入、資產、物業、存款、出入境記錄做全方位交叉比對，徹底杜絕分報、虛報、造假情況。近年落地嘅粵港養老通跨境便民服務，更加係跨境數據互通嘅核心載體，令中港兩地資金資產資訊流動全面無縫對接。呢項服務採用系統直連模式，香港長者完成登記之後，養老津貼可以自動跨境入做，唔使手續，唔使報備，極大便利咗跨境養老嘅老友。但與此同時，呢套直連系統亦都正式打通政府同內地金融、物業、政務機構嘅資訊通道，所有資產登記、資金流水、佔戶信息全部聯網存檔，每筆記錄都可查、可溯、可核，完全冇隱藏空間。伴隨住全國跨境後作政策不斷提速，大灣區通關、通數、通資金、通資源嘅壁壘逐一拆除，過去困擾政務核查嘅最後1公里難題徹底解決。喺呢個大環境之下，香港長者名下所有內地資產，無論係樓宇、土地、銀行存款、定期理財、保單、年金、投資產品，統統納入聯網核查範圍。政府做年度復檢隨機抽查專項核查嘅時候，可以瞬間調取完整資產數據，精準核算總值。從前靠資訊差隱分資產、都拎福利嘅時代已經一去不返，想要合法保住長生津資格，除咗年滿65歲居港滿7年，申請前1年連續居港，唔可以同時領取生果金、綜援、傷殘津貼等基礎條件之外，最核心就係必須同時符合入息同資產雙重上限，兩項指標缺一不可，絕無彈性。根據社署最新生效標準，單身長者每月入息上限6.900港幣，資產上限40萬5천港幣，夫婦組合每月入息上限6668港幣，資產上限6.3港幣，而家長生津每月金額為4.315港幣。對於冇固定收入、體弱多病、需要長期睇醫生買藥嘅基層長者，呢筆錢係維持基本生活粉碗、醫療壓力嘅主要來源，絕對唔可以話斷就斷。所有長者必須牢牢記住一條鐵律：長生津資產超標係絕對唔值管理，冇所謂少少超標可豁免。哪怕你嘅總資產只係多過上限1蚊港幣，都會即時被判資格無效，停止發放津貼。唔會因為超標金額少、資產冇收益、組屋無法變現而酌情寬鬆。與此同時，社署嘅資產核算範圍極之廣泛，幾乎涵蓋普通人所有財富類型。土地、非自住物業、現金、銀行活期、定期存款、股票、債券、基金、公司股權、退休累積嘅權益、投資車輛、營業牌照、金條、金幣等實物貴金屬統統都要計入總資產。好多基層長者覺得21.5萬嘅單身資產上限唔算低，自己一世慳積蓄有限，根本唔會超標。但大家忽略咗跨境資產核算呢個變數，好多人本港資產完全合規，就係輸咗俾內地隱形資產，好似前文提到嘅陳伯。香港存款10幾萬，距離上限仲有大把空間，但一加埋內地組屋50萬估值，總資產即刻突破60萬，大幅超標。呢種本港合規跨境拖腿嘅情況，而家已經成為長生津違規嘅主流情況。值得一提嘅係，香港政府多年來都有放寬長生津資產上限，盡量惠及更多有真實需要嘅長者。回望歷年調整，單身長者資產上限由早年32.9萬，逐步放寬至37.4萬，持續釋放惠民信號。但政策放寬嘅速度遠遠追唔上跨境核查嘅完善速度，隨住核查範圍越來越廣，精度越來越高，持有內地資產嘅長者超標風險只會越來越大。早年醫管局核查數據顯示，年度審查發現超過640宗長生津申領不合資格個案，絕大多數都係入息資產超標，當中有多宗家庭個案總資產突破夫婦63萬上限，最終被取消福利追討津貼。仲有一個極易被忽略嘅隱藏規則。入息同資產係獨立核算，雙重達標，兩者唔會互相抵扣、互相抵消，必須同時符合標準先至可以保留資格。每月入息計算人工、退休金、租金淨收益、年金固定收入，親友無償資助唔計入月度入息，呢個係大多數長者都知嘅規則，但90%長者都唔知，親友資助未用完嘅結餘累積變成儲蓄現金之後，會被全數視為個人資產計算。亦即係話，就算你每月收入好低，完全符合入息標準，只要名下所有資產加埋超過上限，一樣會即刻失去津貼資格，冇任何轉傭餘地。比起津貼即時斷供嘅打擊，分佈資產超標領取福利嘅後續責罰，先至係最致命、最難承受嘅，遠超普通長者嘅心理預期。一旦被社署核查發現資產超標申報不實，第一時間就會終止所有津貼發放。
原本每月穩定到站嘅養老收入即刻斷裂。對於冇勞動能力、冇收入來源、完全靠津貼過活嘅基層長者，呢種突發嘅收入中斷會直接令晚年生活陷入困境，飲食、醫療、日常開支統統無以為繼。更沉重嘅增罰係全週期追索追討，政府會追回你過去幾年所有不合資格期間領取嘅津貼，追溯週期長、金額高。以陳伯個案為例，當局認定佢4年資產持續超標，不符合申領資格，4年內每月領取4000幾蚊津貼，累計違規金額接近20萬港幣。對於一位72歲、高齡零收入、只靠微薄積蓄度日嘅老人家，20萬絕對係天文數字，根本無力償還。晚年不單止冇咗福利，仲背上巨債，生活鐵底陷入絕境。如果受惠長者收到退款通知之後逾期未還，香港政府會正式啟動司法程序，強制追討欠款。社署立場非常清晰，所有因申報不實、刻意隱瞞、規避審查導致嘅違規領取，必須全數退還，絕無豁免減免。更嚴重嘅係，如果核查認定申請人係主動隱瞞、虛假申報、惡意揸取福利，會即刻觸發刑事追責，被控欺詐、虛假陳述等罪名，面臨罰款、社會服務令甚至監禁，同時留下永久刑事案底，對個人信譽、人生記錄造成不可逆嘅破壞。社工謝世傑嘅判例就徹底打破咗大家金額細唔會有事嘅保紅心態，係極好嘅警示個案。身為資深社工嘅佢，熟知香港福利申報規則，卻刻意隱瞞收入超標事實，連續多月違規領取長生津，累計涉稅金額僅6萬港幣。雖然金額細，但因為係主動欺詐、刻意違規，最終被落案起訴4項欺詐罪，法院判處入820小時社會服務令，留下刑事案底。法庭判詞明確指出，熟知規則卻刻意規避，唔主動申報、唔主動停津，屬於惡意臨用公共資源，無論金額大小，違規事實成立就必須負上法律責任。公屋領域嘅分報處罰同樣極具警示作用，足以證明港府整治福利濫用嘅決心。相關統計顯示，近年公屋專項核查累計查出42宗隱瞞內地物業個案，超60%違規住客被勒令遷出蒙奪租住資格。根據房屋條例，向房委會作出虛假陳述、隱瞞資產騙取公屋，屬於刑事違法，罪名成立，最高可罰5萬港幣、監禁6個月。雖然長生津同公屋嘅處罰細則略有差異，但虛報分報、揸取公共福利嘅性質完全一樣，刻意違規必定會被追究責任，絕無監管漏洞。大家一定要清楚，政府追討津貼冇時限豁免，冇選擇性追責，只要核查證實某一段時間你資產超標、資格不符，呢段時間領取嘅所有津貼都要全數退還。好多長者誤以為只需要退還當年嘅款項，過往幾年嘅舊債唔會翻，呢個係極大嘅認知錯誤。全週期追溯機制之下，被動超標嘅長者不單止失去未來嘅養老福利，仲要為幾年前已經使晒嘅津貼負債，晚年承受雙重打擊。除咗最受關注嘅內地組屋之外，仲有3類極易被長者忽略嘅跨境資產，係超標違規嘅高發隱形地雷。呢啲資產大多唔係刻意隱瞞，只係隨住年月流逝被遺忘，最終喺大數據核查入面曝光，令無數老人家無辜中招，被追債、被停津。第一類，內地銀行戶口、定期存款同各類理財產品。老一輩香港長者向來識得慳錢穩健理財，早年內地銀行存款利息、穩健理財回報普遍高過香港，好多人會將港幣告人民幣返內地開戶，做定期買低風險理財，賺取更高收益。同時，好多經常返鄉探親祭祖嘅老友，為咗方便消費資金周轉，都會開通內地銀行卡琴定移動支付留存閒置資金。隨住年紀變大，記性變差，加上多年唔返內地唔登錄軼賬戶，好多長者徹底忘記咗呢啲賬戶同存款，銀行卡遺失、密碼忘記、賬戶長期凍結閒置，成為最容易被忽略嘅隱形資產。但社署大數據核查唔講人情，唔理遺忘，只跟規則辦事。按照官方定義，所有境內外銀行儲蓄理財餘額本息收益，一律係強制申報資產，全數計入總資產。就算你唔記得唔使用賬戶閒置，系統都可以精準抓取數據核算。好多長者本港資產臨近上限，內地債戶累積嘅利息同本金看似零星細數，剛好踩爆資產紅線，直接取消津貼。更隱蔽嘅風險係閒置資金每年產生嘅利息不斷累積增厚資產，逐年壓縮合規空間，不知不覺就形成被動超標。第二類，內地儲蓄保險、年金保險產品。近年內地養老保障越來越完善，儲蓄險養老年金憑住回報穩定保障全面性價比高嘅優點，深受跨境養老長者歡迎。好多香港老友專登北上投保，
當成長線養老儲備。喺長者嘅認知入面，保險係養老保障，唔屬於現金資產。加上香港本地保單可以豁免資產核算，更加加深咗大家嘅誤解。但中港福利政策嘅豁免規則存在關鍵差異，呢個係超多人踩嘅隱狀大坑。社署明細規定，淨香港本地保單嘅現金價值可以豁免，所有內地投保嘅儲蓄險、年金險、投資型保單，無論年期長短、保障類型，佢哋嘅現金價值一律視為可套現金融資產，必須如實申報計入總資產。好多長者只申報香港強積金同本地保險，漏報內地保單，一旦被大數據查出，即時定性為虛報分報，面臨停津退款、刑事追責、全套處罰，後果同做屋超標個案完全一樣。第三類，內地聯名戶口、子女掛名代持資產，呢一類係中招率最高、最冤枉、最難維權嘅雷區。好多跨境家庭為咗避開內地買樓限購，慳香港印花稅，方便跨境資金周轉，會借用父母長者嘅名義喺內地買樓開聯名銀行戶口，持有投資資產。過實嘅老人家一直覺得樓係仔女供錢，係仔女賺，資產係仔女用，自己只係掛個名，唔關自己事，自然唔使申報。但香港福利審核法律認定，只睇官方登記文件，唔認人情口頭約定。只要物業、戶口資產嘅法定持有人有你個名，無論單獨持有、聯名共有、代持掛名，都會全數或者按比例計入你嘅個人資產，絕冇掛名豁免。社署規則清晰列明，聯名共有資產同樣需要申報核算，事後先顯解，只係掛名，冇嘅權益、冇收益，完全冇法律效力，唔可以推翻超標判定。唯一可以免責嘅方法係事前做好正規律師信託公證文件，證明自己零實際嘅權益，否則100%硬食違規後果。面對越來越嚴格、越來越精準嘅跨境資產核查，所有打算申領、正在領取長生津嘅香港長者，必須徹底摒棄保統心理，主動做好自查同資產合規規劃。呢個係守住晚年福利、遠離法律風險嘅唯一正道。而所有避險策略入面，最穩陣零風險嘅做法就係主動自查、如實申報、提前整改，由根源杜絕違規隱患。無論你而家係咪緊津貼，只要年滿60歲，將來打算申長生津，一定要同屋企人一齊全面梳理自己所有跨境資產，逐樣排查內地組屋、空置樓宇、土地遺忘銀行戶口、理財存款、保單聯名資產、子女代持物業等隱形資產，逐樣核對業權估值狀態，建立完整嘅個人資產清單，精準計算總值，確認自己係咪合規。如果自查發現有漏報錯報，總資產已經超標，千祈唔好死撐，唔好隱瞞，唔好鬥政府查唔到。主動申報同被動查出係兩種完全唔同嘅性質，亦都係能否避過刑事案底嘅關鍵。主動向社署補報資產，主動申請終止津貼，按規退還過往款項，雖然會有短暫經濟損失，但可以避開詐騙刑事指控，唔會留案底，唔會惹官非，保住自己名聲同晚年安穩。相反，如果心存煲捧死撐，等到大數據抽查曝光，就算你當初只係無心遺漏，都好容易被官方認定為刻意隱瞞、虛假申報，由簡單嘅資產超標升級為揸取公共福利，處罰力度翻倍。謝世傑個案已經充分證明，就算涉案金額極細，只要認定有欺詐意圖，一樣會有刑事記錄。普通基層長者根本承受唔起呢個代價。大家做資產合規重組嘅時候，一定要牢牢記住一個核心大坑：專為被審查補津貼而臨時轉移贈送平價賣資產，會被定性為惡意放棄資產，屬於無效操作。社署對呢種刻意避規行為有完善嘅識別機制，短期內集中處置跨境資產，目的明顯係為咗踩線合規。政府會直接否定交易效力，照舊按原始業有權核算資產，所有操作白費心機，仲會加重核查嫌疑。想要合法調整資產，缺好保住津貼資格，淨係得兩條正規可行嘅路，冇任何捷徑。第一條，按市場公允價格合法轉讓超標物業同金融資產，所有交易所得款項必須全數用喺長者養老、醫療護理、生活剛性開支，留足消費憑證，等個人資產回落至上限之內，先至重新申請津貼，全程公開透明，可查可核，零違規嫌疑。第二條，提前長線規劃，建議喺申領津貼前5至10年，徹底處理好內地資產嘅轉讓、放棄、過戶手續。如果打算60歲拎長生津，中年階段就要梳理晒所有跨境資產，預留充足時間緩衝，徹底擺脫刻意避規、臨時走數嘅質疑。得佛睇情審核通過率。除此之外，合法投保年金產品都係官方認可嘅資產優化方式，可以實現合規縮水資產。根據社署規則，投保合規年金嘅保費金額可豁免計入個人資產，只係每月發放嘅年金收益會計入息。
舉個例子，單身長者持有60萬資產，將50萬用嚟買年金，剩低10萬就符合51.5萬上限，可以順利保留津貼。與此同時，告敗香港自住物業自用車位都可以消耗存量資產，享受豁免政策，係安全合規嘅優化手段。好似陳伯呢類業權複雜多人共有，部分業主離世失聯，房屋殘舊空置，完全無法交易變現嘅組屋，並非完全冇得翻身上訴。長者同家屬唔使輕言放棄，透過正規維權流程、專業法律協助，絕對有機會爭取酌情放寬，減少損失。上訴維權第一步就係收集齊全套合法證據，打穩基礎。家屬可以委託內地專業律師公證機構出具詳盡嚴謹嘅法律意見書，清晰證明物業真實狀態。多人共有業權，權利人分散各地，部分業主離世失聯，房屋長期空置，零租金收益，無法出租變賣，無任何經濟價值。如果物業係危房，被政府查封納入管控，禁止交易，一定要同步準備官方證明共訂文件，形成完整證據閉環，徹底話明間屋完全冇變現能力。第二步，整合所有證據資料，正式向社署提交書面上訴申請，主動要求重新估值物業，調整資產核算標準，申請特殊豁免。社署規則雖然剛性，但保留特殊個案酌情權，唔係100%一刀切。對於呢類被動持有、零收益、零變現能力嘅家族組屋，只要證據充足、論證專業，好大機會爭取到調低估值、豁免計入資產、免除超標責罰，大幅減少老人家嘅債務同福利損失。大家一定要記住，上訴成功嘅關鍵係書面證據同法律論證。單純口頭話間屋賣唔出用唔到，完全唔具備法律效力，一定會被告回。社署官方明確回覆，只有法庭文件、官方公證、業權凍結證明、危房管控證等法定憑證，先可以證明自己完全喪失物業處置權，資產冇流通價值，先有資格申請豁免。空口求情絕對冇用。第三步亦都係最關鍵一步，千祈唔好自己盲目申訴，一定要揾專業人士協助。跨境資產對接香港福利政策，規則繁複，細節極多，門檻極高。普通長者同家屬唔熟兩地政策、法律細則、上訴流程，自陳同社署交涉，好容易講錯說話、漏遞資料、操作失誤，不單止維權失敗，仲可能被認定為拖延繳添，加重處罰。遇到複雜嘅跨境資產超標個案，一定要諮詢熟悉兩地民生政策、跨境法律、社署審核底線嘅專業律師，或者向資深社工區議員求助。呢班專業人士處理過大量同類個案，熟知審核標準、上訴技巧、避坑細節，可以針對你嘅實際情況，制定最穩妥嘅維權方案，最大化爭取酌情權，幫無辜中招嘅長者保住福利，減免債務。其實公屋核查領域早已實行柔性執法，亦都為長生津上訴提供咗好好參考。公屋住客如果持有內地物業，但整體資產入息冇超標，就唔需要遷出，唔會被追責。足以證明港府執法並非絕對一刀切，會兼顧個案實際情況同理。長生津申領者只要可以充分證明組屋零收益、零變現能力，只係名義掛名，一樣有機會爭取柔性處理，免除超標處罰。除此之外，所有謹津長者一定要重視社署嘅常態復檢工作，識得規則，按時回覆，如實申報，避免因為疏忽大意踩雷。社署實行6年1輪嘅全覆蓋復檢機制，分為郵遞復檢同全面面談復檢。每位受惠長者每6年都會經歷2輪核查，確保公共福利精準落到真正有需要嘅人身上，杜絕資源濫用。好多長者最驚收到嘅紫色信封就係社署常規郵遞復檢通知，只係例行核查，並非針對個人調查。大家唔使過度恐慌，但絕對唔可以拖延，唔可以忽視。收到紫色通知書之後，必須喺發信日期起1個月內，如實完整填妥個人同配偶嘅入息資產資料，簽名確認之後寄回指定信箱，千祈唔好逾期漏報錯報。如果收到面談復檢通知，就要帶齊所有證明文件，按時去指定辦事處會面核查。逾期唔回覆、拒絕復檢、引申資料填報不實嘅長者，津貼會即時被暫停，仲會被列入重點監管名單。日後抽查頻率、核查力度都會大幅提升。社署復檢會聯動多部門交叉比對數據，任何一處資料漏洞、資產引申都無所遁形，心存住好只會得不償失。為咗盡量避免填報失誤資料遺漏，大家填表之前一定要預備好身份證、銀行月結單、存摺收入證明、保單物業證書等全套文件，逐項核對填寫。特別係持有內地組屋、跨境資產嘅長者，一定要提前準備好不動產登記證、業權證明、資產狀況公證文件，精準填報估值同業權情況，確保所有資料真實準確、可核實。客觀嚟講，社署復檢機制嘅設立初衷係規範公共資源分配，
幫助真正經濟困難、無資產、無收入嘅弱勢長者，保障福利公平公正。對於老實申報、合規領津嘅長者，復檢只係例行程序，完全唔影響福利。但對於隱婚跨境資產冇報領津嘅人，每一次復檢都係風險曝光嘅考驗。與其被查到先至手忙腳亂，不如及早自查整改。時至今日，大灣區跨境數據互通體系已經全面成熟，香港福利資產核查實現全覆蓋、零死角、高精度監管。幾十年來靠資訊差隱婚內地資產、煲烹拎養老津貼嘅時代已經徹底終結。內地組屋、閒置存款、隱形保單、子女掛名資產，再亦唔係無關緊要嘅閒置財產，反而成為無數香港長者拖垮晚年福利嘅最大陷阱。好多基層長者一世踏實做人，勤能度日，從來唔貪小便宜，唔想濫用公共資源，最終只因為祖輩留低嘅物業、早年閒置嘅理財、幫仔女掛名嘅善意，無辜陷入停津負債、被追責嘅困境，實在令人希責。呢件事亦都提醒每一位香港老友，晚年養老福利無小事，跨境資產無小事，唯有主動認識政策，全面自查資產如實，合規申報，提前長遠規劃，先可以徹底避開養老陷阱，守住自己晚年嘅安穩生活。呢條片已經將香港長生津跨境資產所有隱藏規則、踩雷位、被揭幕啟示、數方法全部講晒，內容夠晒乾貨，夠晒實用。覺得有用嘅朋友即刻點讚收藏，轉發俾身邊嘅長者親朋好友，等更多人遠離福利陷阱，唔好無辜中招，唔好晚年背債。大家如果有跨境資產申報、津貼核查、上訴維權嘅疑問，隨意喺留言區評論交流，我會逐條解答。最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開啟小鐘，持續追更最新香港民生政策、養老福利乾貨、跨境合規知識，第一時間避開所有養老雷區，穩穩守住自己同家人嘅合法嘅權益。